呢一日係我10年手球生涯入面最深刻、最開心嘅一日。我終於都達成咗我人生第一個夢想，就係精英賽冠軍。作為學生運動員，一生只有一次機會踏上呢個舞台，而精英賽就係我夢想中最高嘅殿堂。由入手球隊第一日開始，我就期待有朝一日可以企喺呢一個地方，幫學校贏返第一個手球精英賽冠軍。不過，如果我同你講，其實喺半年前，我曾經諗過退出手球隊，放棄夢想，你會唔會覺得難以置信呢？時間翻返去1年之前，嗰陣嘅我好榮幸咁可以代表香港隊出去比賽。不過جول ومحاولة لكن يكسب رمي جزاء أيضا اللاعب رقم 3 عبد الله 呢一撞成為咗我噩夢嘅開始，俾對手撞飛落地嗰一下，我感覺到膝頭哥斷咗咁，痛到連企都企唔返起身。返到酒店望住左邊膝頭哥腫晒嘅時候，其實心入面都已經有一種不祥嘅預感。返香港睇醫生嘅時候，果然證實咗係半月板撕裂，要做手術同埋休息半年。手術之後每一次發力，膝頭哥都傳嚟陣陣嘅刺痛，令到我自不然收力，跳唔起，跑得慢，心入面嗰種無力感令到我真係好想放棄。我練完波之後坐喺場邊同教練講，我好驚自己會連累隊友，我唔想再打落去，我驚連累到隊波輸咗，連精英賽都冇得打。教練聽完之後，只係望住我，語氣堅定咁講：呢個係上天俾你嘅考驗，你為咗精英賽呢個舞台準備咗咁耐，都未開始就想放棄，協你有輸一世㗎啦！呢句說話深深咁影響咗唔服輸嘅我。每次當我堅持唔到嘅時候，都會諗翻起呢一句說話，鼓勵自己唔好放棄。決賽嗰日，我緊張到手腳都好冰冷，好驚自己受傷。開局嘅時候我哋落後，諗翻起教練嗰句協你又輸一世㗎啦。諗翻呢一年自己點樣捱過傷患，幾經辛苦先踏上我呢一個夢寐以求嘅舞台。我知道呢個時候如果自己再逃避嘅話，只會令我帶住遺憾返返上場，感覺自己專注咗好多，膝頭哥都唔再痛，信心同埋節奏都慢慢翻晒嚟，比分亦都一步一步俾我哋追上。中場哨聲響起嗰一刻，我唔敢相信我哋真係贏咗。望住手上面呢一塊得來不易嘅獎牌，佢唔單止代表咗我一個夢想嘅實現，更加代表咗我為呢塊獎牌付出嘅汗水、淚水。嗰一刻，我終於明白到鍥而不捨、無懼無悔去突破自我，就係夢想嘅意義。